一入嚟Gundam Base咧，入口中間就有一個大嘅神高達半身像。喺店鋪嘅中間咧，展覽區就有一個1:144嘅香港戰鬥場景啊！除咗有新香港大戰之外咧，仲有好多歷代高達嘅對戰場景嘅。呢一款咧係其中一款限定款式啊，循環再造式嘅紅色迷惘高達。喺紅色迷惘高達嘅旁邊咧，呢一款都係Gundam Base限定嘅。呢隻循環再造式嘅 Wing Gundam我有啲興趣㗎，屋企已經冇位擺啦，你諗下先。呢間鋪頭咧，甚至仲有Gundam Park福岡 Side F 嘅限定款式啊，一應俱全。呢度呢啲咧係00系列啊，好靚啊，全部都係透透地嘅。呢3款係1:60嘅 RX78、獨角獸高達同埋紅色迷惘啊。Wing Gundam Zero。Wing Gundam 我自己都好中意。鋪頭入邊嘅展示品咧真係好多嘅，咁我就盡量影多啲俾大家睇。我對高達嘅印象咧，其實停留喺 Seed 同埋 Seed Destiny 呢2個系列嘅。咁呢度有隻無限正義 Type 2，同埋大電影版嘅自由高達啊！呢隻命運高達好型仔啊！呢隻 RG 1:144嘅毀滅超大隻。呢一隻係 MG 1:100嘅自由高達 Version 2.0，個 pose 好型仔。行過少少咧，有 RX78 高達模型嘅進化史啊！由1980年開始啦，去到2024年。呢一度成排咧都係元祖高達嗰啲模型啊！鋪頭裏面咧仲有俾小朋友體驗砌模型嘅一個特區啊，分目標金牌。達成指定條件之後咧，小朋友可以得到一盒體驗版嘅1:144高達，而且仲有工具，完成之後可以免費帶模型返屋企。但係呢個特區咧，暫時就仲未開放嘅，詳細情況咧就要睇翻佢哋官方網站啦。呢度咧就話俾大家聽，高達係點樣組裝嘅，好得意啊！佢將高達嗰啲公仔咧變成卡通嘅風格。呢一邊就有啲鎖匙扣啊，好得意啊！哇，好大盒啊！呢一隻 Wing Gundam Zero Perfect Grade， 呢度竟然仲係一盒 Metal Robot 雲嘅突擊自由高達。不過我啱睇佢個盒咧，有少少咬咗。如果唔係，我都想買。原來8點之後咧就已經冇人㗎啦。本身我以為係換下一批，但係原來咧已經閂門啦。影到佢山閘嘅一刻啊！閂咗閘咯。大門口外面咧有呢一隻1.8米高嘅Gundam Base藍色 RG 高達蠟像啊，一樣係打卡嘅必應位。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燒！